你屬於邊類型呢？諗過嗎？點解有啲人聚會嘅時候精神百倍，有啲人就係只係想返屋企躺平？心理大師榮格認為，人嘅性格代碼中最基本嘅分野就係 EI， 即係能量嘅取向。呢個唔係講你喜唔喜歡講嘢，而係在問你嘅電力係喺邊度嚟。E 外向型就好似太陽能板咁樣，同外在嘅世界互動充電。I 內向型好似蓄電池咁樣，需要回歸內心安靜嘅充電。MBTI 大致上係分為4個基本運作同埋態度嘅類型。EI 外向型、內向型、SN 實感型、直覺型、TF 思考型、情感型、JP 決斷型、觀望型。可以透過4個分類得出一組屬於自己嘅代碼。因而喺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取向，形成咗16種唔同嘅性格。今團票係集中係了解 EI 呢個範疇，即係同外在世界心理動力嘅流向。簡單嚟講，辨別你係外向型啊定係內向型，可以問自己：當你需要休息嘅時候，你喜歡獨自一人啊定係同其他人一起？呢度有15題快速嘅測試題，你係 E 人啊定係 I 人？拎起支筆，快速記低你嘅選擇 A 定係 B。第一，喺人群裏面，你通常係 A 容易混熟， B 沉默矜持。第二題，大家覺得你係 A 坦率開放， B 重視隱私。3，你喜歡花時間 A 同相處， B 獨自一人。第4題，社交後嘅感覺 A 活力倍增， B 心力交瘁。第5題，聚會時候嘅狀態 A 樂在其中， B 有時感到煩悶。6，面對陌生嘅環境 A 主動熟絡， B 趨向自處一角。第7題，聊天時候 A 跟誰都可以傾得埋， B 好難打開話題。第8題，興趣係被發現嘅速度 A 馬上知道， B 熟咗先知道。第9題，團體對談中 A 參與大群人對話， B 只係跟熟嘅人係傾偈。第10題，角色嘅分配 A 說話較多， B 聽別人說。以下係關鍵詞嘅直覺篇，邊一個詞你係更加吸引你呢？第一， A 熱衷， B 文靜。2， A 健談， B 矜持。第3題， A 合群， B 靜默。第4題， A 朋友眾多， B 知己少數。第5題， A 坦率， B 隱密。而家係結算嘅時候啦， A 係越多代表係你偏向 E 外向型， B 越多就代表你係偏向 I 內向型啦。第3部分，深度嘅剖析。E 人嘅能量冒險，外向型係注重生活嘅闊度，生活寫照，行為派，先做再說，唔喜歡複雜，擅長係將事情簡化。喺工作優勢方面，係擅長整合資源，無懼外界嘅干擾，社交溝通嘅橋樑。小嘅缺點，有時係太過衝動，討厭規矩，或者係唔小心太過依賴團體。第4，深度嘅剖析，I 人嘅內在宇宙。內向型佢係注重生活嘅深度，生活嘅寫照，深思熟慮，慢工出細活。比起廣泛嘅去認識人，你係更加係愛深入嘅研究興趣。喺工作優勢，獨立性極強，專注力滿分，唔輕易係以偏概全。小提醒，容易係給人距離感，有時係過於掩飾內心，反而係會讓機會流失咯。結論係冇好同壞嘅，只係有適合。MBTI 嘅測驗唔係要定義你嘅能力，而係讓你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生活。
E 人呢係能夠帶動氣氛，I 人呢能夠穩定軍心。了解自己，你先能夠把長處發揮喺對嘅地方。我個人嘅睇法 ，E 同 I 嘅傾向係可以透過學習同埋環境係有所增減嘅。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在15題快測中，你係幾 A 幾 B 啊？喺留言區嗰度揾到你嘅同類吧。